我今日介紹呢個 Sony 嘅 1000X The Connection 嘅 Over-ear 嘅降噪耳機。Like、share 同埋 comment， 要更多原動力拍片，要需要更多人嘅支持同埋訂閱。今次咧 Sony 咧有別於喺其他旗艦譬如話 WH-1000XM 系列嘅耳機咧，佢再升華一級咧，係紀念10週年啊，所以出咗呢個 1000X 嘅耳機。價錢定位咧相當之高啊，有別於過往嗰啲啊，2000幾蚊，呢次咧今次係4000幾蚊嘅。咁所以咧佢個定位完全係 Pentium 嘅 luxury 嘅 headphone 喺 Sony 嚟講啊。整個設計咧都係與之前嗰啲有少不同嘅，就係睇落去咧高貴啦，同埋係標榜咧10週年旗艦級耳機啊，咁所以咧特登走去試一試啊。先嚟講講佢嘅規格先啦。規格方面咧，佢採用兩隻顏色嘅黑色同埋類似灰灰白白咁嘅顏色啦。耳機重量咧大概咧320g嘅。Over-ear 啦。動圈單元採用30mm 嘅動圈單元。頻率響應方面咧就4Hz 至40kHz 嘅，相當之去到盡啦，即係由低音同高音咧推到盡嘅，真係相當之誇張啊！靈敏度咧103dB 嘅。除咗係藍牙連接之外咧，仲可以有線咧係俾你插咧係選用咧佢嗰個有線耳機嘅。電池充電方面咧就大約用3.5小時嘅。如果連續使用咧，可以多達24小時係開啟降噪模式。如果喺關閉降噪模式咧，仲可以去到連續32小時啊，真係犀利啊！藍牙版本方面咧，最新咧係6.0嘅。support 格式方面咧 ，SBC、AAC、LDAC 同埋 LC3 嘅。先嚟連接手提電話作測試啦。我而家呢部嘅華碩 ZenFone 咧，都係喺5X 系列嘅，即係喺藍牙版方面。仲未有去到呢個6.0嘅，所以咧，我相信如果喺6.0連接之後咧，個聲音咧應該會再好聲啲嘅，同埋再慳電啲嘅。一如以往啦，其實你開到個 Apps 之後咧，一如以往啦，開咗個藍牙連接之後咧，我就覺得佢有別於其他嘅耳機嘅，直頭喺藍牙嗰個面板方面咧，即刻咧你可以撳到咧降噪嗰個嘅選擇嘅，當然有降噪啦，同埋冇降噪啦，同埋收環境聲嘅，同埋咧佢直接咧已經跳咗 LDAC 嗰個格式㗎啦，咁所以我就覺得有別於其他嘅設定，通常咧你都係可以選擇LDAC 啊，但係你話喺呢個面板裏邊咧，係選擇到降噪個功能咧，係比較少見，我第一次見嘅。都係一樣啦，佢都有自家嘅 Apps 咧，Sony 嘅 Apps 咧可以去連接嘅。當然所有設定大細聲啊，撳拍幾多下掣啊，可以改動啊，Play Stop 啊，亦都可以你自行調校嘅。當然啦，佢有旗艦級嘅時候咧，佢嗰個降噪功能咧，嗰個降噪大細咧嘅 level 你可以自行調校，係由強到弱嘅，係就翻自己個人需要嘅。其餘嘅部分咧，同其他嘅佢之前嘅耳機一樣啦，都係個 function 咧係比較詳盡啲，同埋啲功能比較多啲嘅，選擇多咗。至於究竟你需唔需要用得到咧，我就見仁見智啦。其實最重要就係個環境聲啦，同埋個 equalizer 可以選擇嘅啫。其餘嘅你再多嘅設定咧，其實我覺得都係花巧嘢嘅啫。所以我就覺得冇乜特別。跳晒過去啦，直接去聽一聽聽感測試啦。先嚟聽聽呢個嘅劉美君啦。整體個聲底咧都係算係 Hi-Fi 味比較濃厚啲嘅，就唔同以前咧佢 Sony 標榜咧係嗰個嘅重低音部分嘅，就呢隻耳機完全你唔覺得佢係標榜任何 Sony 以前嘅低音嘅 signature，咁所以走平衡路線比較多啲，同埋好強調咧就係佢個隔音咧係做得相當之好啊。
比過往嘅譬如話最近期嘅 XM6嚟講咧，佢仲要係升華級嘅。咁但係對比翻其餘 XM6之前嘅旗艦級嘅耳機嚟講咧，其實佢嘅聲咧又唔係話差得好遠，只不過係有些少微調喺 XM6嘅以上嘅少少嘅啫。咁所以個分別咧就唔會去到0至100嘅感覺，至多係有少少微調啊，個聲底啊，令到覺得有別於 XM6嗰個 style 嘅。咁但係嗰個取向咧，亦都係向嗰個方向發展，只不過就係話嗰個聲底咧就冇咁着重啲音線比較多，比較清爽啲所謂啊。咁啊，再嚟鋼琴聲方面咧，定位清晰啊，咁同埋背景音樂相當寧靜嘅，同埋高音量咧亦都唔算太過刺耳嘅，立體聲豐滿嘅。嗱，再嚟聽聽呢個 live 嘅現場版 Amy Macdonald 嘅歌啦，人聲同埋現場聲啦，同埋呢個樂器聲定位相當之好嘅，立體聲豐富，同埋好有一個現場感嘅。但係佢個低音部分咧，唔算話太過好着重嘅低音，所謂有嘅，但係唔會話好特登去強調嗰個低音部分係點會增強啊。咁所以其實你聽落去嘅時候都比較舒適啲。聽呢個現場版本嘅歌曲啦，成個樂器聲同節拍感咧，亦都相當之濃厚啊！每一段嘅音壓咧，亦都係連貫得相當之好嘅。尤其是佢嗰個嘅打鼓聲咧，令到你覺得置身於現場一樣嘅。啊，聽下 Kenny G live 嘅現場版啊！最中意聽佢嘅時候咧，佢嗰個Kenny G 暫停吹奏嘅時候咧，佢嗰個嘅弱音位咧，嗰個分析力咧亦都相當之好嘅。尤其是嗰個嘅背景聲咧，都係聽得相當之寧靜嘅。嗱，再聽聽重低音部分啦 ，Dusty Bottle 啦，低音量咧唔算話太過重嘅，有，但係佢唔係話好着重呢啲死實實嘅低音嘅，成個聽感咧都係有呢個好有 disco 味道嘅感覺嘅，但係亦都唔會 over，咁所以成個聽感咧唔會話係走偏向重低音部分，成個耳機 style 聽到呢一刻為止咧都係比較平衡路線比較多啲。好，先嚟聽聽呢個通話質素如何啦。我試緊 Sony 嘅1000X 嘅旗艦耳機，7.123456790，7.1234570。嗱，整體個耳機俾我第一眼感覺咧，哇，個樣咧好鬼似 Sonos 嗰個嘅耳機啊！咁當然我淨係講個嗰個 Over-ear 嘅部分啦，咁但係俾我感覺就係個兩個 style 啦，佩戴嘅感覺觸感咧，亦都係一樣嘅。咁所以當然聲底完全唔同啦。咁與此同時咧，我都即刻去試一試。咁同時間咧，我都係試咗之前嘅作品啦 ，XM6 啦，去即刻比較翻究竟1000 Connection 嗰個聲底同 XM6 究竟有乜分別咧？嗱，簡單啲講啦，就話如果你去想去真係比較嘅話咧，1000X 嘅嗰個嘅降噪咧，如果係唔播放音樂嘅時候咧，佢嘅降噪功能咧，真係連人聲咧幾乎都抹埋去嘅，即係話你係幾乎聽唔到人聲嘅，即係譬如街外聲，因為以前啲降噪咧，佢都係會有個規條咧，就係話你降噪還降噪，但係你都要聽到人聲咧，譬如話係行街有意外啊，人哋要嗌你會聽到，咁所以一路目前為止其實好多嘅降噪咧喺呢一 part 裏邊咧，佢唔係做唔到，只不過係個規條限制咗呢樣嘢。咁所以喺 1000X 裏邊咧，其實我覺得相比翻 XM6 嘅話咧，佢最大嘅分別喺降噪方面咧，無論你唔開個降噪功能先啦，喺 1000X 裏邊咧，佢 Over-ear 喺物理性隔音咧已經做得相當好噶啦。咁但係開埋佢嘅降噪功能嘅話，基本上咧你可以杜絕你外界嘅聲音咧係99%啦。連人聲咧幾乎你係喺隔離人哋講嘢嘅時候，你都聽到好細聲好細聲。但係對比翻 XM6 嘅話，你仍然聽到隔離都係會聽到人聲，但係就唔係話相比翻 1000X 嘅咁細聲，佢又用數字量化嘅就係你仍然聽到外界聲音5% 啦，喺 XM6 裏邊。但係如果你喺 1000X 裏邊咧，你淨係仲純粹淨係聽到2% 嘅人聲咧，咁所以個比較就分別啦，就喺呢度嘅。咁但係如果你聲音取向方面咧，XM6 咧
你會覺得個聲音係會有少少陰染，同埋會所有高中低頻咧係比較澎湃啲，同埋會埋身啲嘅。咁但係如果 1000X 裏邊咧個聲音感覺咧就好似好有 Hi-Fi 味嘅膽機擺喺你面前咧，佢唔係好着重嗰個嘅陰染俾你，佢還原度比較高啲。咁所以兩個取向咧係有個不同嘅。咁但係真心講一句，如果睇價錢嘅，你又覺得其實 XM6 係冇錯，嗰陣時都已經好好聲㗎。咁我覺得如果呢一刻個價位咧，大家不妨試一試。但係俾個咧，我寧願買 XM6，因為第一價錢平咗，二來個 XM6 個聲音真係唔錯嘅。咁同埋最主要就係唔係1000X，唔係真係講得咁犀利，話完全係嗰個嘅聲音，完全係升華到好級數啊！只不過係取向就係話你開咗音樂時候，究竟係咪需要98% 去 cut 晒所有人聲喺外邊咧？其實 XM6咧都做得到好好嘅啦，其實已經即係公認嘅黑科技。咁但係如果你針對性要係杜絕晒所有間外聲，包括人聲嘅，咁1000X 你可以選擇冇問題咯。咁但係對於價錢嚟講咧，咁我就建議買 XM6好過啦。咁今日介紹咁多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。Like、share 同埋 comment，要更多原動力拍片，要需要更多人嘅支持同埋訂閱。